你有冇發覺婚姻入面最唔係冷戰，往往唔係拳腳，唔係冷戰，而係一句說話，輕飄飄嘅一句說話，佢可以令你幾十年嘅付出瞬間變得一文不值，話有開心。今日我唔講浪漫愛情，唔講點樣氹老公開心，我只係講易經入面最根本嘅道理，陰陽要相合，屋企先可以長久。但係太多女人將陰陽嘅道理聽反咗，男人講咩佢就應該忍，應該讓，應該改，結果忍到最後家冇咗，人亦都垮咗。易經講坤為天，男人要有剛健中正嘅氣魄，坤為地，女人要柔順，唯有開心。但柔順唔等於冇底線，底線喺邊度？就喺男人開口嗰一刻，有啲說話一旦講出口，陰陽就已經開始失衡，天唔覆地唔在，呢個屋企就進入咗否嘅狀態。群物得實係咪開心？天地不交，萬物不生。我今日講三句說話，只要男人反覆講出當中任何一句，真正有智慧嘅女人，最應該係懂得嘅止損，唔係叫你即刻離婚，唔係叫你去吵架。開心係叫你知止而後有定，保住自己嘅元氣，保住仔女嘅福報，亦都保住將來可能仲有嘅更好緣分。正式開始之前，如果你喺婚姻入面都受過類似嘅傷，請喺評論區留低4個字：清醒自愛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。點解聽男人講說話比睇佢做乜更重要？易經講言為心聲，一個心入面點樣諗，怕得打呢？你一開心點就呢？係開心把球遲早會暴露，吹話好舊個是善少物種。男人有本事嘅時候唔亂講說話，佢講說話就有分量有擔當。一旦佢開始講推諉、敷衍、威脅嘅說話，咁就係陽氣外泄，坤道不全啦。反過嚟，坤卦講利牝馬之尊，女人就好似母馬一樣柔順，但柔順要有原則。其實磨生原則就係，當對方嘅言行已經傷到你嘅信任、尊嚴同未來，你就唔可以再一味順從咁樣順落去，唔係積德，係喺耗自己嘅命。婚姻唔係兩個人過日子咁簡單。係開心，佢係兩個家族元氣嘅交匯。男人呢，如果連最基本嘅責任感都唔要，呢個交匯就變成單向抽取佢，抽你嘅福，你仲幫佢續命，結果家運就下坡，仔女學業健康人際關係全部跟住垮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呢個係因果。今日呢3句說話係從無數真實人生破碎家庭入面總結出嚟嘅信號，一句反覆出現就說明陰陽已經嚴重失衡啦，就說明你點樣諗就點樣諗，我懶得解釋啦。呢句說話聽起嚟好似無奈，好似女人無理取鬧，將佢逼急咗，係咪？咪又開心，好多女人一聽就覺得自己錯咗，即刻去氹佢道歉解釋，結果越氹越糟。呢句說話嘅本質唔係佢喺生氣，係佢先放棄咗乾卦嘅君位，佢自己退咗。從前佢仲願意同你溝通講道理，咁代表佢仲認你做內助，仲願意承擔呢個家嘅陽光責任。可一旦講懶得解釋，就登時少，等於話你知你嘅事，你嘅感受，又開心，你嘅委屈同我冇關係啦。易經困卦中間嘅陽爻被2個陰爻困住，喐彈不得。男人講呢句說話嗰陣，佢已經被困住咗，唔想負責又唔想反面，就用最省力嘅方式將責任推俾你，你去諗，你去估，你去難過，都同佢無關。我見過一個真實案例，一位太太丈夫生意失敗，佢拿娘家嘅錢幫佢奉還債，就唔幫。好轉之後，佢開始夜不歸宿。佢問佢喺出面做緊咩？佢甩咗一句：你愛點樣諗就點樣諗。我懶得解釋啫。佢忍住繼續操持家務3年之後，直接帶另一個女人返屋企，話你唔係一直懷疑咩？唔使我解釋，懶得解釋嘅下場唔係佢真係懶，佢已經將你降級成為唔需要解釋嘅對象。喺佢心入面，你已經唔係自己人，係外人。所以女人聽到呢句說話，千祈唔好即刻覺得自己錯咗，亦都唔好急住求佢解釋，咁樣只會令佢更加得意。為開心，正確做法係冷靜，3日唔嘈唔鬧，亦都唔主動揾佢，觀察佢後續嘅表現。如果佢自己返嚟道歉修補，說明佢仲有良心。如果10日半月都仲係嗰副樣子，
唔係開心咧，乾坤已經不交啦。呢個時候你要將重心收翻嚟，將對佢嘅關心分俾自己、俾仔女、俾父母，經濟上面獨立，心理上面自立，真正嘅好男人。同埋開心，絕對唔會令妻子走到懶得解釋呢一步。佢就算嬲到死都會講：我而家好嬲，但呢件事我一定會同你講清楚。呢個就係寬度嘅擔當。第二句，我又好啊，我娶你本嚟就係將就，呢句說話傷得更加深，佢可能會轉變。講法當初要唔係因為我先唔會，我都冇辦法。邊個叫你？其實我可以揾更好嘅，咪好啦。佢唔係鬧你，係否定你成段婚姻嘅價值嘅。佢當然話我後悔咗，但我將責任推俾你，我犧牲咗卻冇得到回報。我本來可以更好，但係因為你，我先落到呢個地步，已經剝掛，羊開一層一層被剝走，最後剩翻一個羊羔，搖搖欲墜。男人講將就係剝掛嘅開始。同埋開心，佢將婚姻嘅意義、對你嘅尊重、當初嘅選擇全部摸得乾乾淨淨。真正有格局嘅男人，就算心入面有疙瘩，都絕對唔會將後悔講出口，因為佢知道係要開心。呢句說話一講出口就可以生家運，傷咗妻子妻嘅心，就係傷咗屋企嘅根基事。我見過一個真實故事，一位太太丈夫事業有成之後，得人講：我娶你本嚟就係將就。當初要唔係你死纏爛打，我一早娶第二個人，佢冇喊冇鬧，第二日將仔女送去成家，自己執拾行李走咗丈夫。初時仲鬧佢小題大做，係開心，結果節生而出問題，需要佢哋兩家幫手，佢先低頭過嚟求訴佢，只講咗一句：你當初係將就，而家我都係將就，我哋兩清啦。後來佢破產，還係開心，佢帶住仔女開咗間小店，過得平靜幸福。仔女最多謝媽媽嘅一句說話就係：媽媽教我女人唔可以將就自己嘅人生，婚姻好似一棵大樹，男人係樹幹，賣又唔開心，女人係樹根。樹幹話：我係將就生喺呢塊地啊，樹根聽到心碎咗，拼命往深處生，想去證明自己，樹幹卻往別處伸枝尋找更好嘅土壤，結果樹根耗盡，樹幹枯咗，賣開心，成棵樹就倒咗。聽到呢句說話，唔好自我貶低，直接回一句：既然係將就，咁就唔勉強啦，好嗎？如果佢即刻改口道歉，仲有得救；如果佢冷笑沉默，就唔好話真係冇得救啦。同埋即將就當係警鐘，呢個人已經唔配再享受你嘅付出，將你嘅精力收翻嚟，讀書學技能，養好身體，都係為自己積福，繼續耗喺話你係將就嘅人身上，你嘅福就會流向佢將來嘅人嗰度。第三句，你再咁樣我就揾第二個人啦。呢句說話一講出口，好多女人徹底心死，係唔係抱怨，係公開宣戰轉變講法。出面有好多人比你好，你如果唔改，我就去揾懂我嘅，我忍你好耐啦。佢將第三者擺咗上台，開心啲啦嘛，又開心。你已經唔係唯一選項，你係可以被替換嘅已經離掛，火星嫌上，但華麗到極致就會分離。真正有擔當嘅男人絕對唔會用其他人威脅妻子。問我開心，講起來甚啲啦，就得好嘅三個字，等於將家門打開俾出面嘅風吹入嚟，風一吹屋企就散咗。婚姻最忌諱比較男人，一旦拿妻子同出面嘅人比較，寬度就崩咗。係開心啲啦，係開心。我聽過一個故事，一位太太丈夫做生意失敗，佢賠佢賴付。有一次佢發酒瘋講，出面嘅女人幾咁溫柔，我何苦受呢份罪？佢平靜咁講：你覺得出面好，你就開心啲啦，係開心就去啦，我唔攔你。佢即時清醒咗，從此再唔敢亂講。後來東山再起，夫妻到老，分別就在一個將其他人當成武器，一個將其他人當成警鐘。聽到呢句說話，你已經由妻子降到可替代品，就唔好喊住求佢唔好加倍對佢好，咁樣只會加速佢離開。只要做嘅係冷處理，等佢嘗下冇人理嘅滋味。混得到了開心點呢，係要開心，與之同這嚟保護自己，精盡心仔嚟教育。進路高啲嘅女人往往過得更好。天都公平，上天就會俾你新出路。三句說話講完失，更壓力高開心，任你開心。止絕推事，支持不過開始。第三個會是字，不過開始任何一句反覆出現都代表陰陽徹底失衡。
你仲喺死撐，係好自己嘅命，亦都係好仔女嘅福。女人最寶貴嘅係元氣、心氣、腹部底氣。男人講呢3句說話就係喺抽你嘅元氣，你繼續俾佢機會，係將元氣雙手奉送俾人。我唔係勸離婚，係勸枝子已經根瓜，講枝子喺應該停止嘅地方先可以由有定，將幸福嘅鎖匙由其他人手入面拿返嚟。今日開始，每日留少少時間俾自己，就算半個鐘飲杯茶，靜靜咁坐，等個心沉澱落嚟。女人最容易犯嘅錯就係將丈夫仔女擺最前面，將自己擺最後，係開先。若果大家都好咗，你就垮咗。坤話講係唔滋養自己，自顧情在其他神，遲早會平靜，先滋養自己，先可以真正情在家庭。最後係要開心，借一句易經嘅說話送俾大家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咁男人要自強，女人要厚德。厚德唔係無限成數，係有原則嘅。陳咗有智慧嘅，咁係嘅包容。女人中意被自己最對唔住嘅，往往唔係其他人，係自己太容易將愛塞錯，太容易將委屈當成理所當然，太容易將忍耐當成美德。由今日開始對鏡入面嘅自己講一句：你辛苦咗，由今以後我會好好愛你。如果你都聽過呢3句說話入面嘅任何一句，埋又開心，請喺評論區留低4個字：清醒自愛。願所有喺婚姻入面受過傷嘅人都可以揾返自己嘅元氣，行好自己嘅路。我哋下期再見。我係文風開雲，係要開先，我哋下期再見。